各位有出席過以往嘅幾年嘅 BNIT 嘅 Annual Dinner 咧，應該會發現啦，呢一個 party 咧係一年比一年有規模噶。我知道今晚 Annual Dinner 嘅主題係 AI 新時代，咁相信大家咧近來都體會得到 AI 的確為各行各業，當然亦都包括 IT 界咧帶嚟唔同嘅機遇同埋挑戰，推動我哋一直去跑得更加快、更加遠。而呢一點咧，正正就同 BNI 今年嘅核心主題加速增長 Accelerate 完美呼應。互相去介紹生意啦，好似我為你付出，但係我哋唔求回報，但係啲生意自動好似雪球咁滾翻嚟嘅一個組織嚟嘅。而最重要係嗰個跨行業嘅代表嘅精英喺度啦。我哋喺跨海會嘅協作團隊咧，亦都好多精英咧，我哋強聯手咧，將個生意咧帶動，甚至個 closing rate 增加嘅喎。3、2、1 BNI 電腦周年晚宴，現在正式開始。唔經唔覺，時間到咗第6年，亦都係好配合我哋 BNI 嘅核心，以傳統配合創新。好希望我哋一齊可以透過 AI 嘅新科技，結合我哋其他嘅板塊產業鏈，去創造到更加多生意。Lighthouse 分會嘅 Billy。市場變化咁快嘅時代，好似而家去到 AI 啦，25年仲喺度講緊 AI 邊個快啲，而今年咧亦都係有 AI 點樣可以幫大家落地，點樣為大家帶來相遇嘅。